其實呢，我就想澄清下，我仲未死㗎。個事情呢係咁嘅，喺生日之前，我被小人所害，成塊面被畫到花呢都咁滯，又全部都係啲好弱智嘅冷笑話，咁可能係出唔到街啦。唉，搞到我要去個美容診所將佢哋塗晒，而又貴，呢個效果又唔好。不過呢都唔算重點。我嗰日夜媽媽返到屋企，本來都想瞓個好覺嘅，但可能就因為太攰嘅話，反正嗰晚唔記得咗閂窗，而啱好呢嗰晚個風勢都幾大下，所以就Oh no！ 救命啊！點解我會浮到喺半空嘅？啊！咦？咩嚟㗎？點解會有風托住我嘅？喂，又要去邊度啊你？各位觀眾請留意，現正有一股強烈氣流於全球各地移動，請大家避免外出，同時閂緊門窗，做好防風措施。終於都係安全降落咗，不過呢度係邊度嚟㗎？咦，有人喺度過嚟喎，不如問下佢哋。我問你，你是男的女的？